辛苦了，岳父岳母啊！啊，是你血有长，生意清香，做菜长。几岁是一个玩笑语，缘分呀，手同小亲亲的娘，唱一套上学当中官司康，我夫妻百儿郎。公子小心与家哟，弟弟莫催，自己随心小开开，随便暖三千位。你女婿渐渐不听我的金手心都想你哟，你哟，岳父岳母啊！我
亲家不愧是相国二代，教子于方啊！这两对小夫妻真讨人喜欢。哎呀，弟弟、母亲，杨子的花哟，树挺福挺大挺漂亮，养老你要到我家来。好，张旭是长子，养老要到我家来，到我家来，到我家来，到我家来。好了，此事等我高老之后再做商议。你们先到花厅用茶去吧。小最喜欢我，你是不到我家来，女儿不依。真把你宠坏了。是妇女儿好小心，更难得姑女婿。长亭花开与浮动，可惜是一女三层飞来临。我有四顾亲女儿，够了。你呀，启禀老爷夫人，三小姐三姑爷办寿来了，带来什么寿礼？一上空手。这个领养的野丫头，嫁了个穷书生，流落天涯，她来做甚？夫人，既来百岁，可为之礼嘛，快快他们进来。是，三小姐三姑爷，老爷叫你们进来。官人请。娘子请，令我一同上前拜寿。岳母在上，小婿大礼，拜坐随大。也许女儿快快起来。罢了罢了，谢岳母。三小姐，彩你们夫妻这是从哪里而来？这厢家境可好啊？岳母啊！想学过两手清风雨上去，我岳父前呀曾婚配前妻，数年来操刀受过乱金家，娘子她最
不要说了，彩云，夫人，带他们到厨房吃饭去吧。夫人，即刻就要开业了，让3个月3小姐一道去吧。都在，好吧，上次娘好菜好饭款待。是3个月3小姐，随我来。呀，夫人，你怎么不让他们一同赴宴呀？算了，他们上不了台步。雷阳有，吩咐周月开宴。是自由开宴。大丈夫，明天我请客，你可不要喝醉了。
三姑爷、三小姐，请用茶。不言才一样女婿，两样婚配，他们自在上房，妾在厅房。你们自在上房，妾在子房。三小姐，这几天真是委屈你们了。不要这样子，花是同源同根，我与那姐妹并非一模生。想当年，生父穿早年送来，九姑女多亏父养济神恩，弟弟算我命令女，每次来访。小姐娘亲见证也该应，儿许多是外来人，你快他来生不必同是三姑爷，你听见了吗？雨，听见什么？你们自在这里。才来阳代表永生不及，为业不见记录。你文绉绉的，我可听不懂。才史本上说，从前有一位空门弟子名叫叶伟，此地破王子，用地破狼子。今朝我独子，可是他有所可到，心中照样十分快乐。我这里与你彩云照顾，三个叶伟十倍哟，十倍哟。姑爷真好啊！彩云来，彩云，你看，这是我家母亲绣的花样。哎呀，绣的真好看！姐妹们，快来，快来！杨丽，什么事？姐妹们，我们去看看这个穷姑爷长得什么样子？对，去看看。这里无说些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光顾着。你们把三姑爷当作什么样人看待？姑爷，
得多啦。错啦，说说你家姑爷是什么人？我家姑爷堂堂上司公子，上院宗子。我家姑爷也是堂堂建造宰相圣旨，杭州在子。我家姑爷也是建造宰相圣旨，叫乱民事。我家姑爷扬州水府，御财御史，脚本开马脑，堂香劈叉烧，上中海味吃不了，拿去喂狗喂马。我们家三姑爷可不像那种虚华正对一包草。你三姑爷也文好，国气好，心肠好，时来运转比中常远。他中常远，你挖掉我双眼睛，你给我当赌，当赌，当赌我谁当赌？你光从这狡猾常远，叫他做小老婆好啦。你光当人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好了，亚莲，我快儿既把你宠坏了，此次出言不逊，肆意谩骂，太没有规矩了。受委屈了。不，三小姐，是你们受委屈了。你们还是委屈吧。彩云，彩云，长里受了气，怀里劝我把家里。都怪小弟心思里多虑自他啥是非。官人，娘子，你可曾听见门外婢女吵架？婢女吵架与我何关啊？你呀，吵架本为嘲笑你，岂为了彩云要背阿弟？娘子啊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荷花插水与高低，怪我不做戏，骂我不生气。何必婢女子也辨是非？官人啊，闭眼三苦不睬礼，人多看场要受气，三郎君不为天涯风霜苦，真不想结遭穿身犯李妃。我的好娘子，
老岳父就怕年少势高老，有提醒乃把国贼父郎亲，本身才是不相亲。这希望得与众两相结交。官人，你立此为民之害，为我父伸冤，妾身无不依从。娘子，醉醉。到了。我来。三成，请我出来。原来是二姐，二姐夫也来了，请进里面坐。里面一股穷酸气，我不愿进去。对，上等之人不进下等之房。那有什么事啊？我来问你，我的贴身妖王，你为什么骂他？为什么打他？哼，真是老虎腿上遭殃。二姐，你可知道衙吏在门外跟何人吵架？他们讲了些什么？是谁没有规矩？算了，我见多知道。当日也要分子生命，谁管起我小衙吏？丁府丫头不地界，官身结了陪小爷。夸你一生穷酸气，为什么小姐家子最深心？哈哈，杨水林不完是你教诲，生天仙才管情义来得来，诚恳说报爱里边，今朝对你安客气，我快你夫妻破成万分情。二姐夫都来娘家做客，应当以礼相待，岂能依附欺宾？实话不讲道。谁不讲道理？谁不讲？哎呀，娘子，这种人不可理喻，何必睬他？没有想到，你们进去。慢！你们一生紫光宝气，竟不知王中的穷酸之气，何必进来？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这都是母亲。我是啥模样去？哎呦！女婿拜见母亲。三成，你手捧红吧？
姐弟的母亲不作谁呀？哦，阿姨母亲想着的孩子在我们扬州府中，只被其下等生传哟。对啊，雅莲，咦，拿下去赐予门公夫妇。是。三成，本年的夫妻穷途落魄，好以收留妇内，你尽管得罪贵客，还不当面背礼。母亲啊，一女草马少家规，二季无端理不改，此时彩云可作证，外房母亲做自在。留下，由我做主。先生，你尽管言我错怪，女儿没有，你尽管言我偏心，女儿不怪。啥不背罪，休想留在府中。哟。啊！我夫妻一片诚心做事当，多滋味不要自难为，遇到事富而无家贫不残，贫不下排龙虎上门来，三层塔做下一夜请下礼，百遍不用何必再等老爷回？永世不见母年从此一刀两分开。三妹夫，大姐。母亲生母难劝进，为劝
怎不与我商量？文生事你可？哎呀，娘子，你好不糊涂啊！用我说这不孝之人，你尽管接近你了，回去，文生回去。真可怜。娘子，我们还是回南京去吧。3个月3小姐，参去。我还苦了你们啊！
将这封书信交予岳父。三姑爷、三小姐，你们此去到哪里安身啊？我进郊外，还有见曹王在此，今苦多事，我们为暖进去。妈，免得旁人议论，还是随我去走边门。强做事不忠心表，引得那换谁他怒气冲霄。他们继承皇族本，当听那份下监牢。也想咬牙横杀过唐廷金犯，命难逃。两官吩咐才官报，吓得我莫等口眼心事讲，怕只怕乃面花海风不歇，早知令我杨氏轻松受煎熬。
可知今夜长空，女儿姑姑离娘走，大难到来各西呀东。哎呀，老爷。人啊，啼啼哭哭与何用？不是趁早真相笼，帮忙苦救三层女，后院花雨走银龙。这个不孝之人，他顶撞于我，被我赶走了。老爷，老爷，这是三姑爷留下的私信。管是他骂我。你不要小可言论，他是生不造福，福必造成，叫我儿子继承此戒。哎呀，事情已经来不及了。孙子下，杨继康请假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杨继生诬告年宋丞相，催他灭天，本当9日前死。年杨继康平时忠厚谨慎，从宽发落，即日起袭之为民，草木家产，实出军都。决子。事情这丞相离我2条老命，不可不义。我们只有到扬州去投靠女儿女婿了。是路途遥远，不胜遭遇呐。老爷，老爷，父神，故于参与，承蒙水流失水，如今老爷遇难，参与你当照应，生死相随。岳父岳母到扬州来了。我弟弟母亲来了，也在哪里？也在大丈夫家中。我弟弟母亲什么当吧？冤枉大
预备不在，你是跟老玩笑来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不见我弟弟母亲嘞？没有夫人开口，我哪管哦？你呀，真笨！哎，但是母亲必须10万两私房银子，10万两，这10万两不能大几多的。亚丽，夫妇家弟们被叫前往上师傅。是。哎呀，我陪你去。不必了。哎呀，去。二妹，你到哪里去呀？大姐夫，你从哪里来？玉兄南京刚回来，可曾到家？未曾到家。未曾到家，那我到哪里去？暂时不告诉你。二妹夫，大姐夫，去。二妹夫，玉兄南京回来，得来商议大事。什么大事？二妹夫啊，玉兄回去拐着到南京，头听得宁乡群生江南大城，他要将杨继子情欲多上分。我们两家有没有事啊？因喜我娃当头关进爷府门，念想过上一大子孙你子，只叫你相敬不犯良人，娶妻必须他山靠报国人。杨水城中一在就是提成，千口同声传遍西，只要发在上学门。宁知万两小意思，我此时候去小情啊！这摆上义父的手帖，玉兄马上与你退约。哦，大贼夫也都这么说，把头把去，去老爷夫人最好，弟弟母亲最好，弟弟来。哎呀，母亲。弟弟母亲在场，7岁女儿塔里穿吧。女儿罢了。谢弟弟母亲，来呀！你替老爷夫人准备香汤沐浴跟我联络一声，你接老爷夫人在荷花厅设宴。是。哎呀，女儿不必铺张了。老爷夫人，二小姐想念2位老人家，眼泪哭得哒哒的，真是过。弟弟母亲啊！
师傅把老爷夫人的言语报告向了我见，统统的搬到这里来。是。妈，弟弟还有何吩咐？儿啊，恢复四境也无所欲，哪里来的福气享隆哦？弟弟，此话怎讲？素日在小心为官陈梦幻，可悲我一所病从沙滩。你所负此情不在三陪，恩言说却赞忠良，曾恩凶残。谁算我留得老命免一死，这落得下阵回民草木家产徒生难，小青云长你陪伴同关路，别美景谁生生求一山，到扬州两水空空扶所愿。老年人受清风霜，历情难。女儿啊，上师傅想为你打起来连连，愿帮他为儿老晚上心一散，不枉我是有对你在宠爱，到你家成功万寿万幸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滚！上他何故发怒啊？弟弟，这关先生不听人使唤，真叫人生气啊！你们说说，我去来。老爷、夫人，你们困到了吗？
碰到了什么？二小姐一听老爷的真心话，脸色就变了。哎呀，彩云，你二小姐从小就是这样，一为儿哭，一为儿笑的。我看二小姐没与大小姐喝到，我去请大小姐来接住上你。妈，杨丽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这决心，当初张着老夫人从容于你，打了我一巴掌，我生气痛死。今日你东家失势了，这一巴掌我要打完。杨丽，你滚！我为什么不管？彩云爱当思想，只怕你们这里是治不得了。我去请大小姐来，解你们委屈。彩云，彩云言之有理呀。老爷，丫头不好，与小姐有什么相关呢？儿啊，为父腹中饥粮，蒙你和华天设宴，快为为父赴宴去吧。哎呀，弟弟，此事不巧了。真是不巧了。啊，你女婿是与夫上在荷花厅设宴。哪一副房嘛，不在荷花厅，可以另外设宴吗？是啊，上到世纪爹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用膳呐。对，母亲说的对，四季爹娘不是外甥，随便哪里都可以用膳。亚丽，带老爷夫人到厨房去吃饭吧。是，两位老人家，我来了，还是随我到厨房吃饭吧。夫人，女儿丝丝小心，我倒要尝尝这股味道。二妹，你的母亲呢？到厨房去吃饭了。去吧，老爷，夫人。
亲，我把上刀牵身马，对为父很遥遥。跨与我配菜生出来归乡，要不算高你父你到过阳。你叫我跪下，跪下来！要告父爷你去告，我只求一张状子到官衙，就是贴上门来敲诈，天大的官司我不怕。弟弟母亲，万岁女儿委屈吧。不许罪！哼，好大的胆子，没得到我的同意，尽管收拾他们。官人，他们是我的生身父母啊！哼，在江宋府，你可以听他；出江宋府，你受得听我。不要理他们，用委屈，官人，委屈。青袍开。
本，他才是前程没有好下场。你父亲下旨为民本有才，他才是前程没有造样。可知我要百年想做你父王，当里长比王头他为同良，允许你回家去你父收粮，送他们作为仆人走他乡。好，我也出50两。好，娘子不用为家去，二妹借我一用。好，雅丽，区区100两银子，外加2套新衣服。什么衣服？大姐府中寄什么样的新衣服，我弟夫也寄什么样的新衣服。是，不用了。抬下来！你的母亲，这小女儿收拾好，女儿，这种山这种不衣冠禽兽东西，为父一点也不要。这棍万棍马刺，不要理他们，与我为去。弟弟，切夫切身之路，他人听人相见。你回去吧，回去我走。
人呐？哪里人呐？弟弟弟弟有话回了。回来了，儿啊，为父不在家中，忽有客人到来。弟弟用兵啊，早晨傍晚风雨呀吹，家丁兵马可来头，孩儿忙到他们去，俺子见也都闹成我冤仇，灭亡几手一破局，王生手头与民头，相闻这一彩云，原来是岳父岳母当主。无论是他还讲了些什么？弟弟，岳父看你来上楼，声声黄八富贵居，黄海风波多险教，小心今生也成舟。想着为你本无罪，为什么丈夫加上钱没收？这个恨岳父的养嘴找女婿，一个个甚至做富婆子婿。先生，这是于子玉的事情。为的是生活中一句话，空虚在梦境远程，台上有父悄悄出门去，我想自身真人。弟弟，他是你要亲家同参与，我请娘子为何与他你就跪下，跪下！哟，老弟子啊，侬有普渡山回来动作呀？回来了。哎，那两个人回来做啥？母亲，弟弟在外旅，虽然岳父岳母指示，他不来听你。母亲，弟弟他要将岳父岳母做出夫门，请我做主。不急，与我。哎呀，夫人，这是非同小可啊！啥个都是起来。哎呀，起来！世道亲家远道而来，问我切这亲家公亲家母出来，还别团圆聚，是他的。哎呦，老头子啊，侬为啥吓我一跳？哎呀，夫人，你可知闭门家中是何从天上来？杨继康乃是不祥之人，岂可轻易人在府中？啊！亲家上门，不祥之人，留他不得，实差府门。老头子啊，侬此番由普渡山回来，不顺心在。我一见得良心脱了地，被牙膏切脱在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老爷呀，老爷说话不中啊听，真骂亲家不像你。当初是侬个同窗友，同你那个为官年有成。
儿女配成婚友，今有你有缘分，杨家陈家一家人，如今亲家早在心，千里迢迢找上门，只要慎重知不得，哎呀，皇帝也与朝亲。留下亲家我做主，我管儿子为何因？老爷侬要仔细称，仔细称啊！恰毛子落千夫人的是哪里人啊？老爷，弟弟。亲家们留宿谁负？我这弟弟先走吧，老爷，不用去了。弟弟，亲家们，想不到我4次奔波，到处碰壁。真是可惜亲家公、亲家母在了。哎呀，老头子啊，可有办法可想？办法？哦，办法倒是有一个。什么办法？亲家的大女婿已被你相过为女，我陪亲家先去找他想办法，使亲家立了家中。好，不。我绝不去娶那个神子作父、衣冠禽兽于子玉，陈年兄告辞了。亲家公，亲家你们等等啊！你们等等啊！哎呀，女孩。
起干部多不中。
你这个死老的呀！嫂嫂开门，嫂嫂开门。嫂嫂，嫂嫂，这里有旁边一对文人儿俩，望嫂嫂收下。儿的教书30微薄，为嫂正好受你。张嫂为母，理当孝敬。此次为嫂收下了。二弟，你哥哥上京赴考，不见回来，望二弟与为嫂打听军报消息。嫂嫂，兄长知道这个，稍有点有出头之身。等小弟上京打听军报消息，再来向嫂嫂禀告。与老二弟。二弟，
姑娘，醒醒！姑娘，醒醒！哎，姑娘。嫂嫂开门，嫂嫂开门。嫂嫂啊，二弟，快去讲堂来。夫人，
在哪里？在郑王庙。嫂嫂，二弟，你接他去，为啥去就来？嫂嫂，哎呀，他怎么走了？这叫我怎么办呢？姑娘，你和讲他。姑娘，请和讲他。姑娘，请和讲他。哎呀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醒醒！你是谁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姑娘，姑娘亲姑娘，放心和笑，这乱如汤，这里是乱君臣我最家长，只为我兄长官靠父灵性，奉上命当听金报上军下方，半路上见你昏昏到在地，真君的必须满地数风光，看着与夫人经过相距离，顾不得男女之间与他吧。这草房四路稍稍一人子，距离来与他做伴一言无妨。
为民儿，情与不仁，受凄凉。是故女儿不供养，才老泪落，才异乡。小婢乞讨风儿老，茅草晚风生凄长，昏迷少妇共去，只怕一命风扬。我亲姑娘明大你，请把你老李明寻声还乡。一起了也与民堂，他就是不是老杨继康。杨继康，杨继康乃是我嫂嫂的父亲。你嫂嫂是谁？酋长周应龙，嫂嫂杨三成。三小姐，总算找到你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我万师傅他到嫂嫂房中歇歇一会。彩云，老爷，彩云她不知去向了啊！骨头那边虚空空，都是道心。天荒地动，如影走行，我们不是也死了吧？不，夫人，我怨恨为生，我才为报，我还不想死哩。天昏地动动不是罗乃人，我心中话有一点暖和好彩云，乞讨最曾去行人暖尽成灰，一些细胞雨洒。
神。你痴心妄想与何用？夫人，你与我走开，你与我走开。在哪里？三成在哪里？三成在哪里呀？弟弟，父亲，父亲。爹爹母亲，是女儿不知爱老，在镇王庙落难受苦。三成才已为了心遭于你，已不知去向了啊！才因在我家中，请爹爹母亲进去自下。母亲。彩云，夫人，彩云，彩云，老爷，彩云，三小姐。
快来暖暖身子。二弟，快来接过我的爹爹母亲。咱儿真是龙接过杨家把母把母。咱儿少爷，老爷、夫人，彩云婚到喜地，多蒙恩公相聚。多谢恩公。饭已上好，请把母把母用膳去吧。爹爹母亲，请。哎，快去吧，去吧。来到故乡心飞腾，醉了我呀不给去送神，才是我金榜题名为情爱，出名经一路四方到南京。迎来宝剑金陵府，大家众想为我牵呀三层，三层开门，三层开门。娘子，贵妃，娘子。面对郎君亲阿姨，出身王子就一定。官人啊，却为夫死所约成，偏偏看你做家门。不得功名不要紧，夫妻相守不光阴。娘子不要想快乐，要不得上青云。难道怪人本苦的，为我来塞里疼啥时等苦的容易，当朝专权大奸臣，哪个提名金榜后，要被严送下门神。不当门神无官做，单靠严送把官神。官人实称南京话，为其明白八九分。只因官人国气啊，不做你送小门神，得罪老人陪衬你，因此你不该回来一生情。娘子，此番真经赴考，我得了切身情爱。娘子，你来快！上山空气望金银，小人美人
不当文身副官做，投靠你送八官身，了你不把年送考，拿来金银到你身。真的，原来是岳父岳母驾到，小婿大力传备。不要不要，你说说为他3层的分话。为了得到这颗好记忆，小婿失去半年送走了半生，这一辈。想不到你也是个前言不实之徒，冤家，你怎能不忠不孝，亲仇不分？你尚要夫妻到老，这金银立即与我抛掉。哎呀，是干嘞！弟弟，儿啊，为父就不以这种小事为报，我们自谁曾愿与爹娘同亡？我也自且慢。岳父替小婿下请禀告，驾岳父啊！我家小婿来错归，细听我诉心为。那夜送我杨梅把军礼，多少个忠臣良家传遭来，岳父的梦远漂泊无家归，几曾说王朝却在更苦因我早已立下自坚志，绝不把一片丹心化成灰。下朝的开苦去是为自国，那年说毛头老龙遭烟财，不成风月真慈为子家计求计巧来对门谁把相国们恰与老者长往来，是了起功臣肯把年送当，你把他当了，当了，当得好，当得好，他当我幸福之身是缘，把我切身为情爱，要远近出进来，一路上离不四方查见到，找我演出的套天才，拼也是上天走奔今万岁，落一光，今日目标为不自觉为民自然，方成我兄为。官人，娘子，哎呀呀呀！倒是老夫一时不读，错过一许了。三姑爷，翠玉，
多么你照顾儿啦，兄长，兄弟。哎，哦，甚至做我的衣冠禽兽，你来做甚？娘子先一步，是背着来迟了。谁来听你的话言巧语？娘子，我身在此笑话。你的母亲岳父岳母在场，小婿大人存拜。谁是你的岳母？岳父岳母，哎呀，娘子，谁是你的娘子？三姑爷三小姐到，夸夸有情。这街道去西呀，百里同行，这法律真草稿，公开明笔，为父节用我共生死理，拜见岳父岳母，谢女儿起来。谢岳母。好命苦啊！接他进空陪的凌晨传奇。三妹，请用年半之苦，甚至做我的衣冠禽兽与子云。与这与大人，你的手指是为去哪？哟。
今生何必大错？来人，将这衣冠禽兽玉子云关了此去，永远不得上门。有夫，俺就这样，君家到府。有请。请阿公。百岁有福有福，罢了。拜见爸母爸母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起。请。不知今日亲家到此何事？昨晨来为亲家拜寿。哦，老夫当初私自漂泊，无人随侣，今日亲家特来拜寿，好不叫人惭愧呀！老朽当年畏惧见到，认得了二位亲家，真是多多有才，多多有才。对个，亲家公啊，我这个老头子么是没面孔来啊！今朝只是老太婆按头一来赔礼道歉的啦。看在亲家母份上，不管呀，不管。你我还是要好亲家。哎，对，应当要好，应当要好。请亲家先到花厅用茶。好的，弄哪位就是了，弄哪位就是了，居民啊，居民啊！哎呀，居民啊！先生，你要做什么？哎呀，母亲，我要画的太上眼睛。你滚！母亲啊，前平四里太猖狂，讽刺我银龙妹夫郎。说什么？说是穷贵中藏药，只用挖他爷爷上。我要为三妹夫妻出口气，定叫他爷爷父子不见光。一听前程怒火旺，怎管到此闹谁闹？有母，我们夫妻是借由父有母来拜寿的呀。母亲，我是你亲生女儿呀！谁是你的母亲？哎呀，弟弟，我是你亲生女儿，亲生女儿呀！亲生，你我滚，你我走。富姑女儿来拜寿，为什么偏偏走在我？你们不生我女儿，我死也不走，死也不走。小妻为夫。也得新生来了，夸夸有请。
女儿。先生，你来看，我有这个孝顺女儿，胜你8倍。